带观众朋友来看用台语实现在地脑海故事。62岁杜花轎本地是台北人，3年前去到花莲新城表演，发现当地老人足多，拢无人照顾，就安尼先和当地的公庙合作，创立中照据点。杜花轎对一句台语拢袂晓讲，到即马才做阿公阿嬷上介好的伴。即阵服务35位时段，未来也会扩大据点，继续用台语陪伴这个人看嘛。 100周年纪念庆典，众人夜香团拜，新历5月23日天庆祝花莲新城定安宫开张圣王100年了。尤其这个法会，咱甲做3天，食3天的素食，大家答谢着咱庆祝。大家拢知影这个疫情真严重，大家拢真主动吼，大家拢带这个喙南吼，大家拢做爱过来洗手。 开张圣王由高叫做诞圣王宫，这间定安宫对日本时代就有，这22年来已经去过美国、加拿大、新加坡等等的国家交流，对庙埕到舞台车，拢看会到地方对民间信仰寡尔有心。 台顶的时段大部分拢超过75岁，因拢是定安宫长照据点的固定班底。在后台无用甲因带的，就是长照据点的负责人杜花轎杜姐。2、3年前，杜姐对台北来新城表演，看到当地时段无人顾，加上讲伊介意恬静的日子，全决心搬来遮成立据点。初来就艰苦，因为无所在。 我该做所在，因为我袂晓讲啊，我讲唔对，阵拄爱为大哥嗰只铁丝甲我教，无我才讲袂晓。对一句台语拢袂晓讲，到即马杜姐已经是时代上好的伴。我老师真好啊，介贤笑老伙啊。完了但是伊讲就练转，大家爱讲出来，介好笑，大家笑甲笑眯眯。 伊个就笑眯眯，慢慢啦，就都 OK 啦。已经62岁，杜姐讲伊人生唯一的遗憾，就是袂赴对爸爸尽着孝心。即摆伊简单一个愿望。我做永远的，我做到我袂做，因为这老岁人足济，你也无来甲因照顾，伊唔知要创啥咧。杜姐即摆服务的有35位长辈，即阵也当一个起新的据点，希望继续用台语陪阿公阿嬷伫咧故乡养老。记者民警陈保罗、曾派文华联报道。